战国时代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灭了智氏。那是战国时代，应该在三国，那是国家嘛，那是清代那个建国。对，韩赵魏三家，那个利益。联合起来灭了智氏。张孟谈说：“前世之不忘，后世之师。”那个世是不是打字打错了？应该是事情的事啊，不是世界的事啊。你看这个成语的文字是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啊。记起过去的经验教训，不作为今后行事的借鉴。已出《战国策》造册。